维吾尔运动创始人罗茜·阿巴斯的姐姐古丽茜·阿巴斯被失踪21个月后，自由亚洲电台证实她被中国当局拘留。古丽茜·阿巴斯是乌鲁木齐诺尔巴格医院的退休医生。自2018年9月，他的妹妹罗茜·阿巴斯和他在美国的孩子无法和他联系到。自由亚洲电台通过多次电话访问，最近确认古丽茜·阿巴斯遭到中国当局任意拘押。罗茜·阿巴斯的还有一名姑母也受到中国当局的拘押。罗茜·阿巴斯认为，中国政府通过拘押他在东突厥斯坦的亲人，试图停止他在美国的活动。他说，2018年他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院就维吾尔问题发表讲话，不久后他在乌鲁木齐的姐姐被失踪。由多国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周五宣布成立，来自8个民主国家以及欧洲议会的议员通过视频阐述了成立该联盟的原因和目的。他们在声明中表示，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为全球带来挑战，一个将会定义整个世界的挑战。这挑战将会影响我们所有人以及跨代政策政府，不同党派皆无一幸免。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还表示，我们曾经对中国崛起有美好希望，而如今都已经幻灭。曾以为中国会逐渐变得开放、开明，却并没有实现。事实上，今天中国对内专权独裁，对外更是野心勃勃、延伸爪牙。各国民主自由和安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曾经有规有矩的国际秩序废止崩溃。他们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欧洲议会、德国、英国、挪威、瑞典、澳大利亚、日本和立陶宛。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鲁比欧等人均在其列。维吾尔研究学院主席、战略学家埃肯·埃克热姆被任命为顾问委员会成员，维吾尔活动学家拉赫玛·马穆提被任命为秘书。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否认有关掩盖武汉病毒疫情的指控。声明说，有关中国掩盖疫情的指控毫无根据。在6月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徐林说，中国政府始终依法、及时、公开、准确地公布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信息，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他说，一些国外政策和媒体一直在病毒的来源问题上指责中国，并将这一流行病政治化。武汉病毒的出现加剧了中国和许多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日益加剧。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指责中国掩盖有关武汉病毒的信息。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致死，引发大规模抗议示威。纽约市长白思豪当地时间7日宣布，他将同意抗议者的要求，将纽约警察局的资金用于社会服务。报道称，白思豪没有透露他打算从纽约警察局的年度预算中挪用多少资金，但报道指出，纽约市警察局的年度预算为60亿美元。数百名以色列人在公安部长阿米尔·奥哈纳的住所前举行示威，抗议上周以色列警察在被占领的耶路撒冷杀害23岁的巴勒斯坦男子伊亚德·哈拉克。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周日称，以色列警察枪杀一名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自闭症男子是悲剧，但他没有为此事件道歉。上周，以色列警察在耶路撒冷旧城开枪射杀了一名他们怀疑携带武器的巴勒斯坦男子，但该嫌疑人后被发现手无寸铁且患有智力障碍。